州佢哋個團體係自強不息。當冇一啲資源嘅情況下，做到咁有一個質量嘅電影，係應該係俾佢嘅。當前邊好多障礙嘅時候，佢都繼續向前行。再加上又有啲幽默嘅笑料喺度啦，咁所以其實小朋友中意睇。成長啲嘅人又中意睇，無論喺畫嘅嘢啊，或者係個場景啊，或者係一啲中國嘅元素喺度。呢個中國嘅元素咧，令到哪吒咧能夠喺世界各地咧都受歡迎。咁佢哋又有一啲迎合咗一啲譬如現代嘅嘢。現代嘅嘢係咩咧？即係 AI 嘅嘢啊！咁入到去，如果你冇咗個 AI 咧，你個樣唔啱咧，就入唔到去啊！咁呢個係導演嘅聰明時間，但係通過感情。可以令到你感動，先將個人情味做好。哪吒有朋友與朋友之間嘅感情，哪吒有李靖媽媽同佢有段感情。電影先做好嘅人與人之間嘅感情，再加上其他嘅嘢，咁我覺得一定會得。呢個係永遠唔會變。最好睇嘅人與人之間嘅感情係全世界所有電影都必須有。